台语真认同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光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干部节，这个话题吼，其实一定报足久啊。但我原本时阵吼，伊可能是几工啊？几工啊，就结束啊。想要到即摆一定一个月后啊。对，已经真久啊。这样长的时间，为什么会一直报？因为最近吼，佮出现一件足重大的代志，就是讲吼，有3个台南人，伊去干部节了后吼，发生互枪杀的事件。啊，发生这件代志了后，其实为一开始。是足侪人啊，因为伊相信去柬埔寨做工课了后，伊的薪水会足悬，变成人讲抵押，到即嘛严重甲有人互枪杀。其实新闻像你头拄仔讲的，已经报遮尔久的时间，毋过是安怎，要是有真侪人，啊，毋管所有的风险，都是想要去柬埔寨。我感觉这个部分是大家较想无的。所以吼，咱分4个阶段来讲咱的看法。第一趴，就是讲吼，新闻一定一直报，为什么佫有人想要去柬埔寨？啊，这些人吼，敢有值得救？我感觉啦，因为新闻一直报啊。我感觉政府吼上好的做法吼，你设定一个日期，啊，你开始宣导。就是比如讲，政府设定到8月31号，你9月初1搁要去柬埔寨，这就是领导的代志。我家己有另外一种看法，就是真正有新闻啊，都是有航警，因伫机场啊，都是甲真侪人宣导，讲你若是要去柬埔寨，你就要特别注意。结果游湾有3个人，因就是真坚持讲，我就是要去柬埔寨。像这种人啊，我感觉就爱互因签设计书，你家己爱为家己负责任啦。第2趴，安怎防止防诈骗？我感觉上简单样，就是你收到这工课资讯了啊，就爱打电话去165，会当甲你分辨讲吼，这个工课敢是诈骗。另外一个吼，就是甲身边的朋友问，这讲真的？伊讲一个月我通6万块呢。我兼毋过我爱去柬埔寨，朋友就甲伊讲，这毋是，这是诈骗，你毋通去用骗去。比如讲吼，我有当时啊，伫咧我 Instagram 顶管，我有当时收到一寡业配，啊，有当时啊吼，我收到吼就有一寡阿里不达的物件，有股票，你帮我宣传股票的资讯，伊互我6000块，我想讲，我计小当时遮尔悬啊。无啦，我就是想讲吼，这个物件敢怪怪呢，所以吼，我就问阮同事，然后阮同事就甲我讲，这不义之财，果不其然就到最后就出现新闻，讲这是诈骗。对啊，虽然讲是安尼讲啦，不过其实实际上别人咧甲你讲的时阵，你家己嘛要有这个量，会当听入去朋友讲的。啊，第3个，对迄不幸发生事故的死者，其实吼，虽然讲因去遐是因家己愿意去的，也毋过吼，因去到遐发生代志，伊一定为伊做的代志付出代价。所以吼，我感觉吼，有一寡网友吼，毋通佮一直讲，就是迄个，叫做讲迄个成语是啥？遐茶天花。对，遐茶天花道啦，对，我想想起来啊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上重要就是讲吼，伊毋通去骂迄死者，骂因的家属，伊迄亲人安尼过身去，伊可能做艰苦，伊家己一定付出代价啊。咱甲咱这力量吼，放伫咧讨论这件代志，要安怎解决？加苦劝一寡朋友，毋通去柬埔寨。对，即摆我要讲的第4个部分，就是讲政府会当有啥物款的作为来避免搁发生这个代志。亲像讲，政府其实因无法度去管台讲你到底想要去倒位，不过其实政府嘛会当加宣导，比如讲政府即摆嘛有派航警，就是伫机场一直咧宣导。另外就是讲嘛会当伫，比如讲求职网站顶管，若是有迄种国外做工课啊，或者是有真悬的薪水的迄种工课，就是可能会使伫边啊加一寡字，就是甲别人讲你即摆去遮个所在，可能有一寡风险。还有一寡，比如讲人蛇集团的，迄种人吼，去到柬埔寨了，啊，到最后柬埔寨政府抓起来，因为柬埔寨伊是一中政策的，所以伊一中政策，伊会甲遮个人蛇集团的人送去中国审理。咱政府爱做的就是尽量互遐个人倒来台湾来审判。虽然讲足困难的，也毋过政府嘛是爱试看卖。咱以上讲这4趴吼，互大家做参考。对。啊，观众朋友可能嘛有其他的意见，嘛会当伫下骹留话甲阮分享。对啊，安尼后日这时间继续看，第一认同，拜拜。